Netflix 竟然係關稅困局嘅螢火蟲。大家好，我係 Kobe。有冇留意績優股 Netflix 呢？第一季業績非常之靚仔，按年多賺近2%，去到接近29億美金，收入升1%，去到105億美金。主要受兩個因素帶動，包括第一季調高咗訂閱收費，加上魷魚遊戲第二季、混沌少年時等等嘅劇集熱播，帶動訂閱人數增長。大行早前預期 Netflix 第二季推出嘅魷魚遊戲第三季、安眠書店第5季等等，應該維持到觀看小時嘅增長。似乎第二季仍然有一定憧憬，加上 Netflix 唔似 Tesla、Nvidia 等等咁受關稅戰影響，股價一早收復咗失地，甚至一級一級咁上，升穿1000美金整數關口。美國時間4月22號更加創埋歷史高位，短線而言有機會破頂冇頂，加上升到去1000蚊樓上，市場又會憧憬拆細股份，短線可能再有炒作空間啦。我已經擺咗 Netflix 入我嘅觀察名單啦，有興趣知道更多嘅話，記住下載 AACat 換領我嘅專屬觀察名單 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同我瘋狂傾美股。